單價5500，月供1500，首付64000，總價42萬，三房豪裝。單價6100，月供2900，133方四房豪裝3衛雙住套，雙陽台南北對流。實地實景海港城現樓，中意邊程睇邊程，我介紹得嘅就絕對唔會係曹鋼程、腰線程特殊嘅流程。小區共7棟樓，精裝交樓，又係現樓，位置就喺珊瑚城對面，就喺山水維港星月嘅隔籬。豪華有大堂、電動大門、人面識別，交標有無主丁天花、大空調，仲有個藍牙音響。吊櫃地櫃安排到位，仲有方太嘅3件套，電視背景牆，全屋75平米半，高級灰亮光面，通鋪到房間都有嘅。全屋智能家居系統可以用聲控或者手機操控全屋嘅丁式電器。戶型有77方嘅3房，總價42萬，單價圍到5500，就咁樣交樓。133方4房3衛雙住套，南北對流雙陽台，單價6200，又係咁嘅交樓。肯定有老闆話抖音價假嘅，做唔到。我拍嘅視頻直播裏面所講嘅內容同線下接待你對唔上，當場註銷賬號，就帶你睇睇呢一間。量體5戶單邊位，總情高19樓，133方4房兩廳3衛雙住套，2個陽台，南北對流。呢個就係交樓標準，無主的天花、大空調，仲有藍牙音響。廚房嘅吊櫃地櫃安排到位，仲有方太牌子3件套，名廚有窗又預留冰箱位。有興趣嘅老闆可以關注私信我，24小時5分交，隨時回覆你嘅信息，或者喺評論區發個1仔，我將詳細嘅資料打包發晒俾你。周邊配套成熟，交通商超、學校、市場全部都齊全。視頻放心睇，絕對唔會揸流灘做假視頻，浪費各位老闆嘅時間。除咗呢個戶型，仲有77方、89方嘅3房，113方、133方嘅4房，每套每個流程交標一樣。海港城嘅樓盤，如果未睇過，睇埋呢度再做決定。最緊要係各位老闆俾次機會我哋接待下你哋。連4間房有3間都係全景飄窗，前後冇遮擋冇暗房，4面都係向南，採光唔使講。關於清遠房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